每一天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3，箴言25章11到12節安尼講：講話合宜，親像金蘋果鑲佇銀盤，智慧人會責備，對歡喜聽受的人，親像金的魚鈎，甲純金的破鏈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講話合宜，閣聽受智慧的人責備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創造宇宙萬有的全能上帝，你是享受豐盛穩定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阮伫你的內面享受你的同在，互阮無得到欠缺。主啊，無論是順境，也是逆境，你的手攏無離開阮，互阮通有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佇講話來合宜，互阮出喙無講傷害，乃是對人鼓勵、安慰、甲祝福，也互阮謙卑聽受智慧人的責備，因為講話合宜，親像金蘋果鑲佇銀盤，智慧的人會責備，對歡喜聽受的人，親像金的魚鈎，甲純金的破鏈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